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早起新闻，我是陈吉安。先来看家人的大武轮，总是不平静。一天就超过3件渡水意外，有3个人不幸死亡。规天拢有救护车咧走。市政府昨赶紧宣布，大武轮的周边水域先封禁1礼拜，等安全规划好势，才去开放。看大包小包对头前的游客，消防员伫山坡是一直走，因为有几个耍水游客发生渡水情形。一群人甲消防员苦乱一直喊小妹名，要赶紧请过来。原来伊甲亲人斗阵出来佚佗耍水，毋过金石船煞无细时变过去。赶快过去救，过去救已经救到了，结果划回来的时候又翻，翻的时候呢，就在外面那个警戒线外面，一直在那边徘徊，我们但没有喊救命，我们在上面的也不知道。来的时候就是大人被抬出来，然后再急救，然后小朋友不知道，就是从这边卷下去，然后在那边那个角落把大人给翻出来。今日大武仑沙坡12至少发生3件渡水事件，分别是21岁姓朱的查甫人、47岁姓白的查甫人，甲带查某囝出来佚佗所发生不明原因，双双渡水，最后42岁姓陈的爸爸送医了后有缘不治，规天落来造成3人死亡。看他吃了几口水，吃了几口水，他就已经有点呛到，就转过来。对，转过来之后脸色已经变了嘛，已经紫了那个。后来我还是一直叫他，后来就转过来用拉的，用仰视把他拉。救护车规天伫遮来来回回，也有人伫河边合适祈祷。基隆市政府昨暗时宣布，大武仑山坡周边水域为即马开始暂停开放1礼拜，等到充分规划好、提悬安全站桥了后，才去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卡努洪台和南投的灾情严重，伫咧南丰川道一间加油站，和土石过坎起，清1礼拜总算乌清起。另外，根据教处的统计，即马县内拢总有26间的校舍受损，已经甲中央争取经费，希望开学进程会当修复完成。因为卡努洪台影响，规个互土石坎起的南丰川加油站总算重见天日。大型工具机这几天拍拼开挖，总算甲大部分的土石清除。这个规个坎起的加油站，即马是拢现出来，毋过所有的设备拢照是土。唔系哦，哪个？拢大条较济啊。安尼吼，毋就足辛苦的吼。啊，就无法度咩，灾害咩。大雨予南投人爱受损严重，南丰川第14线市周围的民众陆续伫清除工园，毋过土石实在伤济，估计要清除等煞要到2-3礼拜。但是校方面，南投县教育处嘛对校园受损的状况进行调查，目前有26间学校受损，其中仁爱乡的罗山国小等7间学校，毋是山坪规个冲蚀，都是教学设备严重毁损。7个学校大概有8个项目是需要做复建工程的，大概我们概估一下是5480万元左右。那我们已经函报到行政院。利用这2天中部天气有较稳定，水气嘛减少，南投灾区加速修复，不过后礼拜开始又搁要落雨。下礼拜过后，西南风跟水汽都是有增加的，所以在西半部地区整体的雨势都会变得比较明显。那东半部，因为也是在背风侧的关系，所以东半部整体来说也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降雨相对西半部来说是会比较少的。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主要也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后礼拜2至后礼拜5各地水汽也是会增加，主要落雨也是集中伫中南部，但是新形成的第8号风台杜拉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和平厂敢要继续捧，伫咧屏东恒春的核三厂，因在地就积极民意支持烟后退场。台电家己嘛有评估，核1厂停捧有难度，核2、核3较有可能。不过经济部就表示，要烟后退场按法5年前就要提出，目前也无这个想法。过来是《联合报》，失踪移工的人数创新高，统计到今年5月底，就已经超过11万人。其中，这劳动条件、薪水太高，拢影响。劳动部表示，会去考虑予营造、农业、制造业引进劳工，嘛会使斗解决观光、餐饮业欠工的问题。过来是《自由时报》，高雄林园的煞尾渔港大卡身的数量是快速增加，
统计有约900只。农业部特生中心表示，全台湾敢若有2个渔港有形成完整的大卡森生态，过来会考虑采告示牌来考虑保护。过来看到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园区内底乌熊长期监测，其中有翕到8组乌熊妈妈带囡仔影像，代表这乌熊咧生态状况愈来愈好。专家表示，除了保育以外，嘛设法避免人甲熊的冲突。一只乌熊妈妈出现伫镜头前，后壁对另外3只细只台湾乌熊对甲正活，搁世界上看起来是真古锥。这种画面，互保育人员看到有影真欢喜，因为这是台湾乌熊头一届记录到有大只熊母带3只细只熊的记录。这几年也针对东西部的黑熊，做了6只的捕捉跟释放的工作，有3只的小熊跟着母熊。这是有别以往台湾黑熊只有带1只或2只的小熊。有关注表示，为1998年开始，对玉山国家公园园区的乌熊生态甲族群进行长期的资料收集甲分析，到即卖已经有7个所在摄像机记录到无共的8组熊母带细只熊佚佗，显示园区内底乌熊族群生态情形良好。也是全台湾唯一有明确数据证明台湾乌熊族群长伫扩张区域。兵科大教授黄美秀也表示，虽然显示保育渐渐有伫成功，但毋过嘛爱防范族群伤济，引起人甲熊的冲突。玉山国家公园周围的地区，包含卓溪乡啦、海端啦、跟纳马夏这些地区，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个样子，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3万公顷，因此不是只有保护区里面要保护，还要保护区外面的社区民众愿意一起来配合。黄美秀表示，这种结果表示，玉山国家公园的环境甲森林完整，而且人为的干扰少。毋过，因为是属有区域性的现象，除了爱对人民加强教育，垃圾的管理甲执法嘛爱做好，才会当兼顾保育甲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疑似牵涉到海外非法交易。美国司法部经过4年修正，但准备要扩大调查。有内部人士就指出，若这层变作刑事的案件，恐惊影响到拜登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司法部长伫11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联邦检察官韦斯出任特别检察官，对着美国总统拜登后生亨特涉嫌伫海外从事非法商业交易的案件来进行扩大的调查。Mr. Weiss has told Congress that he has been granted ultimate authority over this matter, includ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ciding where, when, and whether to file charges, and for making decisions necessary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any prosecution consistent with federal law, the 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 and departmental policies. 韦斯接受前总统川普任命，2018年出任德拉瓦州联邦检察官。伫拜登就任了后，韦斯是少数留任的检察官。亨特涉嫌在2009年到2017年期间，伫乌克兰甲其他国家从事非法的商业交易，另外也牵涉逃走税、非法持有枪支甲使用禁药这案件。韦斯原本甲亨特达成认罪协议，却是遭到联邦法官的拒绝。亨特也伫逃走税这个案件转提出无罪诉求。法会人士质疑韦斯的特别检察官任命的时机，会让这个调查过程欠缺公正性。This is the individual who is poised to give a sweetheart plea agreement to the president's son. How can he be impartial and investigate this impart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special prosecutor? 共和党一直甲拜登认定伊担任副总统期间为亨特来护航，讲要提出弹劾。离宣布要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因为被无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甲其他案件被特检来起诉。现任总统拜登也因为后生牵涉伫调查案件内底，互2024年总统选情是难以预料。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是世界出名的观光景点，伫咧昨拜六所受到炸弹威胁，法国警方疏散附近所有游客，加在最后是啥物拢无发生。经过媒体报道，拆炸弹的专家甲警方全面搜索，该铁塔上无关有2点钟，伫外口等待参观游客，佮排尾900公尺长。
过来是挪威一个查某的爬山专家哈里拉，伊伫咧92天内连续爬14粒超过8000公尺悬的山。虽然创下纪录，不过所有人批评伊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对受伤的引路人完全拢无过问，害人不幸过往。也那哈里拉是随出面赔悔，讲已经有尽全力去救。短短92天，就成功攻顶14座8000公尺悬的37岁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找5架叫做拉麦向导18人，第二步接受表扬甲祝福。哈里拉伫7月27攻顶全球第1关，伫巴基斯坦的喀土超过2峰，刷新女性登山家的世界纪录。伊伫社群媒体欢喜分享家己甲团队成果，毋过有大量流会说是批评伊为攻顶，无顾受伤倒地18人哈山。英国卫报报道，迄一天也伫攻顶现场的2名奥地利登山客，翕哈里拉团队直接下过明显倒地18人继续行的画面。这影片顶悬看不出哈里拉团队有想要救援的动作。面对排山倒海批评，哈里拉伫七十伫社群媒体放哈山的相片，佮发长文还原现场的情形。We got a message around 2:30 that the fixing team had problem. They were just above this place where Hassan had fallen, and we decided let's split up. And Gabriel, another Sherpa from 8K, and Hassan's friend, they stayed there to try to help him. And Gabriel gave him his oxygen, he gave him warm water, he tried for 2.5 hours, while me and Lama continued to check if the fixing team were okay. Well, at first it's just like very, very tragical that this happened. And we feel so sorry for him and his kids and his wife and his family. 关山环境险恶，若发生意外，救援甲搬运拢相对困难。探视哈山亲人的登山客史丹德尔表示，哈山做18人的资历也阁真浅，因为生活沉重，才接任务。史丹德尔伫木主平台为哈山发起募款，希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副总统赖清德昨带团去巴拉圭，中途会过境美国，这抓敢会甲美国官员互动，大家拢真关心。今日 AIT 美国在台协会是已经伫网络刊文欢迎因过境。赖清德表示，希望代表团这抓出去会当加深甲巴拉圭感情，促进双方的合作。对镜头热手，副总统赖清德以蔡英文总统特使身份启程到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就职的典礼。另外，伫出访进前也发表谈话。蔡英文总统特别期许代表团能够完成2大目标：第一，深化台巴2国邦谊；第二，拓展台巴2国合作，以促进2国繁荣发展。赖副总统率团启程，当地时间刚刚过境美国纽约，团出席纽约侨胞宴会，并且甲青年座谈。13暗时离开美国，加工再去到巴拉圭，期间个别会晤现任总统阿布多甲新任总统贝尼亚，也以5元宴请巴拉圭国会议长。15出席贝尼亚就职典礼，16早时离开巴拉圭，迄天下晡到美国旧金山过境，17饭店离开美国，返来台湾，全程是7天6眠。我也将透过这一次的出访，跟世界各国的领袖展开自信的交流，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搁再强调，赖清德过境符合台湾副总统过境的惯例，美国甲台湾非官方的关系，美国一中政策不变。罗森伯格是经由推特转发赖清德行程的文章，表示期待欢迎赖副总统过境美国。赖清德出行是坐民航机，国防部证实并无背叛飞行的任务。空军执行所谓伴飞的任务，它都有相关的一个战备规定。就我目前的理解是，这趟任务是没有伴飞的部分。另外，解放军10日开始连续3天伫东海进行军事演习，对即阵台海周边动态顺利控制住。国军继续执行战备侦备任务。利用联合情报侦查来掌握所有台海动态，准台海战备状况拢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甲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时拢伫咧台南，前后拢去台南的大天后宫，毋过无相拄着面。也那郭台铭是去台北的北投，甲李明博感情。讲到南洋整合问题，侯友宜是呛一句讲过算过，
嘛，互外界咧叫是咧考试郭台铭。去民进党大票村台南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头一站伫庙口开讲，其当年南火武官急持案助理，讲家己若是无守信用，迄个时阵可能就无性命。互外界解读是咧考试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当主席朱立伦关键讲爱外界卖想伤济，两个人嘛联合出席募款餐会。柯文哲的形象我也不知道啦哈，我想什么我家己知啊，我会坚定我的步伐，向前行。勇往直前，怕死未退。民进党主席郭文铁讲，总统一定选到底，侯友宜也表明无退。正拄好是拜六两个人拢伫台南走行程，过前后到台南大天后宫烧闪过王不见王。政党和解啦吼，社会和谐啦吼，两岸和平，安得好，一切平安顺利。甲前一天坚定的立场，拜六的活动，郭文铁面对提问拢无回答。郭董说你不做由他来做，你觉得呢？多谢。互人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暗指伊毋捌国土规划，郭文哲无积极回应。宣誓选到底了后，两人的关系，郭台铭的这段谈话，互人解读是向郭文哲的开战。柯市长8年没有做的，这不是他的专业，这是我的专业。柯市长不在就不来，柯市长不做我来做好不好？哦。甲台北市北投区里长座谈，郭台铭讲，郭文哲做市长的时阵无解难题，互伊来做，爱大家支持伊，并有关民调。佮讲家己是实在的经济工作者，向上适合带台湾拍经济战，爱选民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虽然缓和，不过两岸的旅游团也未解禁。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表示，会大先开放带海外中国旅客来观光。新冠疫情解封以来，台湾旅行业者正期待中国的观光会当赶紧开放。行政院长陈建仁宣布，要优先予无住伫中国的中国观光客来台湾观光。对这代志，业者分析，照过去的经验，带外国的中国人当年来台人数差不多8万至10万，占整体市场的0.8%。虽然市场无大，但过嘛算是向中国释出善意。我们是希望说，至少我们台湾的方面能够先开放。组团到大陆去，那再的就是大陆旅客能够就是组团到台湾来。台湾开放为第3地来台的中国人，不过中国官方进前宣布，中国团客会当去日本、韩国等78个国家也是地区旅游，不过无包含台湾，引起外界质疑。咱国今年600万国际观光客的目标，恐惊无法度达标。或者是讲，最近来台湾的旅客大部分是东南亚的观光客，消费能力无法度甲中国观光客相比拼。中国来观光才流失，都爱加强国际营销。日韩的市场是有努力的空间。那港澳的来台状况也是不错的，所以我想可以再就这一些市场去加强做行销，那么对于冲高我们今天的观光客人数也是会有帮助。刘委会是讲，中国虽然同意咱方观光客组团前往中国佚佗，不过却无同步开放中国旅客组团来台湾，期待中国官方会当早一日正面回应。咱方主张双向互惠原则，促成甲中国的观光交流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到宜兰苏澳的民埔街，就伫咧海事受水池啊边啊，居民讲学校为着这个受水池长期咧抽地下水，害这地站崩塌，影响到徛家安全。针对社区的指控，学校嘛出面讲，因绝对无安尼做。为徛个两节铁轨啊，到路对面，就应知影徛度正大，而且路表面边边的沟啊较矮，根本无排水功能。这是宜兰苏澳镇民埔街部分外苏澳海事的路段，当年发生地站下陷的问题，所以地基拢被冲空气，地面表面出现裂缝。哦，这是家己，这地方厉害。游泳池做那个建好以后大概有用了4年多。就塌掉了，对，那它导致它影响到我们。地站下陷的情形，为2017年苏澳海事游泳池落落去了，就开始发生。这2年来无法度完全改善，就算2011年苏澳海事伫当地进行压力灌浆，路游园继续落。居民质疑当年是苏澳海事为游泳池挑抽地下水，才会地站下陷。我觉得监测这一块我们可以持续做，让大家安心，说我们是不是持续有个剧烈的沉降或者倾斜的状况。
让大家有定期跟大家报告中的监测的结果。学校后电调抽地下水，表示当年有问题落落去了，就无抽水。过去抽的也是溢出地面的水源。教育部讲，过去爱别关长有因地地质电工的效果。房子跟道路就是在脱离当中，所以我是希望讲咱今仔爱找的一个方法吼，就是爱不是只有检测而已。这个技师工会去依据它的一个测量结果，去把它找出造成呈现的具体原因。立法委员陈婉慧最近邀请中央单位甲地方居民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最理事讲，地站下陷真正原因是抽水也是土质问题，爱先较真才能解决。地站下陷困扰居民真侪年，公家单位若无赶紧解决，恐惊危及当地居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全台湾大有900万的新住民，因的囝儿逝世，即马当咧读册都有30多万。不过社会对这新住民甲因的文化也不够了解，当到社会团体成立发展协会，希望透过各种的活动，提升新住民后代自我认同甲文化连结。干部节原来有发过面包，煮配料甲越南的无共。为干部节来的新住民欢喜连讲，伊拄来台湾前几年真避暑。一直生小孩，然后一直在家里都不敢踏出那个门。但我为了陪伴小孩，我要勇敢踏出家门，去陪伴他们，然后去做很多的社会，像我有去做志工啊。做志工去小学教干部节语，直播拍卖简固的文物食品，潘喜玲用行动打破界线。妈妈是位越南来的李如宝，自细汉读大商学校，大学返来台湾，伊伫代代创创学庭，听到新住民的妈妈讲，囡仔无理解我，所以伊感觉真意外，决定成立新创公司，培养新二代少年人才。我们想要寻根，让新二代愿意开畅心胸的去拥抱自己的自身的母国文化。未来你还可以去包含东协各个国家，越南、印尼等等国家去工作。开发东南亚美食活动游戏 App， 呼吁各家真济社会团体创设新二代加青年发展协会，所来会有10个新二代学生进行这个磨练。1对1的夜师，我们1对1的这样进行的半年度的，大概有每次3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谈。我们还提供了更多的是企业的参访实习的机会，做更深度的了解。因为目前东协来台湾的留学生有8万人左右，越南留学生就有3万人。协会是讲目前以语言交换、文化交流为主，不过目标是协助因回国了后，会当找到适合的工作，会当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尾来看到第16届金甘蔗影展，今年转型做台语的影展，而且佮甲台南的全民戏院合作，对昨开始放台语电影，要连续放1个月，结合在地相关的活动，望做伙甲台语文化经济市场甲做大。台语歌谣老师郑志林专感落人来到台南全民戏院，为金甘蔗影展的开幕做演出。郑老师就讲，金甘蔗影展推广台语文化，值得大家来支持。我感觉因这个用心吼，是值得大家来鼓励参与，我感觉真好。咱其实嘛有少年人吼拍咧讲台湾、讲台语故事的片，所以这片拢总加起来吼有20-30片。已经第16档举办的金甘蔗影展，今年开始转型做台语影展。也以1923年台湾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年代做背景，重新来思考台语复兴的重要性。1923年，包括咱即马所谓流行歌曲，迄时开始蓬勃发展，就用台湾人开始用台湾去做一个接触这个现代文化。但是100年后，咱台湾变成一个华语的世界嘛吼，我决定要转型做台语影展吼，真正贴近这个土地，甲台语语言的文化，佮像台语台共款，咱的一点一滴甲捡回来。为期1个月金甘蔗影展，伫台南的全美戏院举办，附近的店家嘛会做伙来办活动，希望透过台语文化的推广，也带动在地相关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
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